经好哦，安尼读爱上读经班这本大本的哦，爱先读弥勒有苦真经不说弥勒有苦经，弥勒下世不为天。名过地落灵山地，莲花应尽可三生。六代中原三清地，大正四川王可心。天天修缘挂圣号，等害时自点心经。分雷震开无彼土。天下神鬼不堪离，亲在人天共欢喜，九莲圣教归上生，莲花罗柳随玉线，修缘显化在波动，三百两极连中处，混元果切在中央。老柳降下通天桥，无影山前对合图。情义要上归家己，思念东来弥勒经。用心思念本来求，得到金莲去敲心。昔日世来别杨树，用以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上思念，三载八难不来亲。要上成佛亲礼拜，从相持聪明智慧心。又听家人胡说话。罗旋起马良无心，老庙降下真天寿，用心思念有心通，满天祈祷得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圣皇来对贺，保助灵堂下吉庆。三观大地诸比主，下对天慈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亲将文波得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今领36万将，五百灵官紧随紧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将于得安宁。北方神武为将帅，青练弘法天神通，兄弟得皮也日月，求定心罗七宝心。规定北方为岁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大求万人用义女，会光六地化为平，四海玲珑来助道，国家相魂去成空，十方天兵护佛教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己，专道三阳弥勒尊，武王挑灵下下生，修福人言归正宗，往来坐下真言寿，传下东来大众经。今日踏入上思念。家是不敢来近身，思念一切心通台，思念两遍得超生，思念三遍是鬼行，妄量邪魔化为敌，
尤其劫瑞顺路去，向地平原归佛灵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条手吼。好，今日若要食茶就该食了啊！了。啊，食一个茶爱气安尼调整去。安尼念较慢诶，安尼气量较顺诶，安尼吼。啊，倒2字还是3字安尼，较袂晓喘啊。好，各位前贤大家好。即马咱就要来读《笔孝经》，天地众孝，孝东先，一格孝字传家汉，孝顺人生，孝顺子，孝顺子弟必明贤，孝是天道第一步，孝子社稷即为先。自古忠臣得孝子，君选贤臣施孝廉，尽心竭力孝父母，孝道不独讲正情，孝道贵在心中孝，孝亲亲戚莫讳言，少予人间不惜孝，回心复孝天理还。诸事不顺心不孝，怎知孝灵感动天？孝道贵顺无他妙，孝顺不分路强难。福禄该由孝而起，天上孝子令眼观。人人得可孝父母，孝敬父母如敬天。孝子口内有孝义。孝父面上带孝然，公婆上边灵尽孝，有乐孝来有乐贤，入地宿命成合孝，三从四德孝在前，孝在乡党人亲近，孝在家中大孝团。孝子逢人着款孝，孝化丰足人品端。生前孝子声价贵，死后孝子万古传。处世唯有孝历代，孝灵感动地合天。孝经孝文百孝观，孝父孝母孝祖先。父母心子愿为孝，仁孝就是好儿郎。为人能把父母孝，下辈孝子照样还。当上父母不知孝，不孝就将无怨天。孝子明白太和尚，入孝出地自然安。亲在应孝不知孝，亲属知孝就慧然。孝在心孝不在貌，孝贵实行不在言。孝子治家全家乐，孝子治国万民安。五福同顶皆因孝。必孝即是太平年，仁孝不在贫和富，切体亲生是孝男，兄弟和睦即为孝。阴阳两字把孝传，孝祥咱厝建亲孝，孝养满面成亲然。父母相传正义孝。孝事官管天命单，赶紧孝来公因快，亲有五孝寿有天，生前为孝，封为孝，死后尽孝多言。孝顺全家孝是宝，孝成温和孝离甘，让可贵日将知孝。
何악觀博透清源，為人若是不知後，不如禽獸是可憐。必定萬善孝為首，當知孝義是根源。良分正善也是孝，孝中分力超究天。大哉孝何大哉孝，孝為無窮孝無邊。諸天故故不離孝，離孝人倫便得仙。良知十變千個孝，良知百變萬孝傳。千變萬變相相念，消災延難必孝天。好，各位青年大家好，今晚要来读道之宗旨，敬天地，禮神明，愛國重視，敦品崇禮，孝父母，重師尊，信朋友，和鄉鄰，解惡向善。光明五倫八德，遣發五教聖人之惡志，確遵此為公常之高禮，悉心得如，照計修真，恢復本性之自然，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，既立立人，既達達人。萬世界為清平，化人心為良善，替世界為大同。今晚要來讀禮分大同篇，大德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宣顯義靈，剛性修惡。個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助其主，主內有所終，眾有所用，有有所得，官官高速貴職者，皆有所用。男有坤，女有貴，其己地也，不必同於己，力其不出離心也。不必為己，是故無必而不興，得妾亂情而不作，故為惡而不避，是為大同。咱來點來去食題咧啊！各位青年大家好咱即馬就要來讀太上清淨經，樂觀法，大德無形，情欲天地，大德無情，運行日月，大德無明，供養萬物，五不知其名，功名法德，無德者，有情有道，有動有靜，天清地道，天動地靜，談清如道，談動如靜，根本流滿，自性萬物，清者獨之源，動者靜之機，人形相清淨，天地悉界歸，無人心好清，以心要事，人心好靜。以欲勸事，將靈勸其欲；以心自淨，淨其心；以行自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。所以不能者，為心未定，欲未勸也。能勸其者，累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，累觀其行。行無其行，觀其物，物無其物，三者其無，為見而空，
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。当然相即，即无所即。欲其灵性，欲即不生。即是真正，真常应物，真常必成，常应常精，常清正义，到处清净，渐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，虽名得道，是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，令我之者，可传圣道，我君愿，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，上得不得，下得即得，得着之者，不明道德，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，既有妄心。即经其神，既经其神，即得万物，既得万物，即生贪求，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，烦恼妄想，又苦身心，变则毒药，流浪生死，伤沉苦海，应是真道，真常之道。五者如地，第五道者，常清正义。哦，今年来吃茶啊！这个串啊！我食一个茶啊，迄个一个串安尼啦，好。好。各位青年大家好，即马就要来谈诸子治家节言，黎明节气，早扫庭除，表内外整洁，气氛变色，关锁门户，必清除检表，一足一还，同事来处不离。万事万理，应念不了为见，而迷雾而幽渺，无人卡而骨井，诸方必须欠约，宴客切勿留恋，既苦即自结，欢好性情约，因习欲而精，凡所如天修，不能花恶。不无良田，三果六果，是道之门，地米切表，回归房之后，东方不良准理，切忌严重，多动虽远，这事不可不行，子孙虽无，经书不可不通，其心不及欠破。教主要有义方，莫贪意外之财，莫饮过量之酒。以见下莫业，无将反移，见强破亲邻，自家温顺，刻薄人家，亦无救险。伦常乖顺，立见消亡，兄弟约弟，私分多润感，享有内外，以发色事业，并有言，乖骨肉，伊是丈夫，重主宰，不负命，不成人主，介入得家事。无所重聘，带色求相女，无计好良。见富贵生谦庸者，最可耻。有贫穷而作骄财者，坚木心，自家在形上，
上即中乡，处世界道言，言道必失。有时细粒，是冷僻孤寒；有贪口福，是自杀生气。怪癖自私，毁恶必得，毁毁自甘，家道难行。压力恶者，又必受其累，屈自努成，积极可相依。听听发言，安知非人之庆数，同忍耐善事，因事相应，天地非我之不是，事平心暗想，是非无量。受因莫无，万事当留于地。一理不疑在恶，人有希敬，不可生作即心；人有何患，不可生喜形心。人用人见，不是真善；恶向人非，便是大恶。见色而起淫心。恶在切辱，力愿利用暗箭，恶言子孙，家门和顺，虽用孙不给，亦有遗患。国可早完，亦龙凤无疑，自得自乐，读书自在圣贤，为关心准君国，修分安定。顺时听天，为人若处，事后经验，自辟罗书，自主自家结缘相安尼咱今年上学一个爱看食一茶咧较少读三字经、三字经读较久好，食茶串一下念较慢尔，安尼较袂遐忝了了念安尼，较袂遐较忝各位贤贤，大家好。即马要来读三字经三字经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性相远，故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，性明妙，定因处，诸佛法，断其土，多燕山，有义风，造我主，名不扬，用不教，无之格，教不扬，书之道，诸佛法。为所宜，有不他，若何为？欲不道，不生气，人不他，不敌意。为人主，方小时，亲属友，十礼仪，将九灵，令文色，孝义亲，所当知，杨树水。灵用礼，第二条，仪先知，小孝弟，处见文，第五数，第五文，第二十，十二百，百二千，千二万，三才者，天地人，三公者。日愿星，三公者，君行义，
父子亲，夫妇顺，或春夏，或秋冬，处暑时，运不强，或南北，或西东，处暑风，应河中，或水火，木金土，处五行，本河数，时间长，假日贵。12期自自限，或风车，日所田，或赤道，东中权，赤道下，混乱境，五中华，在东北，或江河，或淮济，处暑毒，水之气，或大华，相形形，处五岳。山之灵，或殊龙，或公中，处庶民，国之良，或仁义，内地性，处五常，不用文，地所生，有草木，处地物，现水流，有强浮，有鸟性，处动物，灵非祖。道良宿，历史节，处六国，人所食，马牛羊，皆犬死，处六畜，人所属，或喜怒，或爱哭，爱恶欲，七情苦，清赤红，急急逼，处五色，木所食。身口干，吉心寒，处五味，口所含，见焦香，吉生嗅，处五嗅，鼻所嗅，包土液，木色金，衣着，乃发金，或冰上，或气饮，处暑生。二条件，各精所，父而心，心而主，主而孙，主祖孙，子贤经，乃九族，人之伦，故主因，夫妇祥，家则有，地则强，长有数，有以平，文则敬，贤则忠。处12，人所动，风顺处，物为贵，三自吹，大小公，四书麻，五福寿，礼乐者，约书数，古六艺，金不负，为数学，人强尊，知识义，讲说文，有古文。大小团，下土计，不可乱。若公学，库其环，但落选，令之源，还分亡，属讲究，一相分果，名故独，非学者，必有错。小学者，知数数，论语者20篇。君地主，必善言，民主者，七天子，讲道德，说仁义，作中庸，乃空虚，中不偏，庸不逆，作大学，乃静主，自修习，治平地，自书属，好经科。诸六经，数科头，是书业，内存清，二六经，宋讲究，有连山，有归宗，有九业，三业上，有颠磨，有混刻，有细灵，诸之二，五九公，作九礼。度六关，尊地体，在小代，主礼仪。
出圣言，礼乐地，愿国风，愿雅上，何事事，同风应，四季无，春秋作，福报变，结善恶，三团家，有公良，有德事，有国良，经济明，风托主，绝其要，记其事，我主者，有顺良，文中主，急怒中，行主通，托主事，可世下，地将士，主义农，是方便，贺三河，以上世，同有无，何离地，上一顺，清圣世，下有有，上有通，朝文武，清三王，下团主，家天下，数百载，天下下，风法下，国和相，六百载，是朝王，朝武王，是都朝，八百载，最中九，九德当，皇宫对，应干戈，上有岁，是春秋，上建国，五百阳，七上出，平天时，四坚定，传二世，多汉经，各作兴，汉一见，至孝平，洪孟传，洪武兴，为东汉，400年，将夷见，为上我，正汉鼎，道三国，七两晋，宋节期，鸟田城，为南朝，多金陵，国元会，分东西，夫文州，以各节，大治水，一土武，不带传，七通书，东阁作，批历书，都随乱，统国基，20团，300载，鸟灭之，国内改，鸟总进，一汉朝，清五代，该悠悠，严崇英，赵县，18团，南北分，辽夷经，该清地，元明经，绝宋世，以道讲，朝天代，90年，国作会，太祖兴，国大明，何洪武，多金陵，大成祖，千年兄，16世，至东晋，观音寺，叫如林，李通出，正其魂，正世祖，正景明，正肃风，刻大定，有空阳，立千家，民安富，地极宽，得含甘，变乱起，施应化，了道起，东光风，日传统约，环九地，元清物，一明经，会地地，刘天官，建民国，保金属，全在主，在地乱，地行水，处水还，福有处，书其一，汉书二，叫汉三，国字数，点正经，三通教，读书者，可是录，同古今，若心目，道义上，心义为，教义书，色义书，色上年，诸行通，高圣贤，上勤学，
着中令白罗伦，必记书合请勤，必不变，正直感，必无出，听地面，调闲流，水气果，必不告，自贫苦。如龙吟，如应旋，假随平，拍不转，如负心，如挂角，心随乐，有可得，多脑转，自食气，随发困，读书经，必记脑，有灰地，逆小心，以多出。若良好80字，对大平，亏得处，必地行，重情义，逆小心，以立志，应8岁，应4必7岁，应父期，必应5，人清期，未有学，东校之，大文基。令变平，下特温，命应允，必如主，且聪明，逆男子，当自敬，当流安，同7岁，记心动，作正如，必随由，心意术，逆有学，免日地，有为者，即欲施。见修业，皆属实，过不拍为言，谈何之同良语，言不拍不如我，有自拍壮自平，上帝君阿得人，上明星，天父妙，公义贤，如意恶，心为主。金冠言，我教主，为一经，天有功，义无业，在自在，以免灭，三如经上。各位真人，大家都用心咧，做认真咧，用做足久诶吼，读经，咱要功德回向，咱手合做伙。各位真人，咱手合掌，要功德回向。愿力可方便，普及一切，我定以众生，该众生福德吼。佫有一个功德回向的吼。各位真人，咱今仔日诚心诚意，咱落去8到10岁啦，后90外岁真人，咱诚心诚意读经吼，有一点仔功德，咱就要功德回向咱的7世父母吼，报答地府拥有大恩大德，咱诚心诚意读经，有一点仔功德嘛，要回向咱的冤亲债主哦吼，辛苦读经有一点仔功德，咱要回向家己本人嘛对，回向咱家己本人回向7世父母回向7世师长报答地母的因，报答师长的因吼，佫回向冤亲债主，回向家己本人对，各位真人，大家拢有得到功德安尼大家身体健康平安，会当读经功德回向安尼，大家上界欢喜感恩若有病苦的，若是有人病苦的，互伊身体健康病苦减轻，心情平静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如日上灯安尼。感恩诸位病苦会减轻恢复健康安尼，谢谢感恩。